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品心語。喺呢個趕頭趕命嘅城市，啲細佬仔日日趕校車、趕補習、趕興趣班，攰到趴街。佢哋可能會做啲唔聽話嘅行為，求其做完功課同同學嗌交，冇禮貌回應父母，掛住打機，仲講大話。呢啲行為俾人標籤做有問題，但好少人會諗背後嘅原因。其實大部分細路仔嘅錯都唔係特登，而係因為情緒冇人明，壓力未得疏導，想人理又講唔出口。佢哋嘅心靈仲未成形，理解力同控制力仲喺學習緊，但係個社會成日用大人標準逼佢哋即刻大個，即刻改好。大多數家長見到細路仔唔聽話，通常都係即刻鬧，以為鬧完就冇事。講道理，想細路仔明事理之錯，冇理到感受，淨係睇佢做過咩，仲拎成績嚟同兄弟姊妹比較。用懲罰好似唔俾出街玩少啲，想佢哋知驚。忍下忍下，直到爆發情緒，嗌交收場。呢啲方法本意係好，但好多時冇理到細路仔個心點諗，搞到佢哋覺得被否定、被拒絕，冇得出聲就收埋自己。真正嘅教育係要喺錯處睇到細佬仔要咩，唔係淨係睇到佢曳。許讀緊小四，性格外向，講嘢生鬼，諗嘢天馬行空。返學嗰陣，老師成日話佢坐唔定，鍾意插嘴，冇紀律。同學覺得佢嘈喧巴閉，煩到震。上堂嗰陣，佢成日突然之間爆一句出嚟，又會喺老師講嘢嗰陣時自己喺度噏噏噏，喺走廊跑嚟跑去，大聲嗌，成日唔跟規矩，仲成日駁嘴。家長次次收到學校投訴，返到屋企就黑面審飯。點解你成日搞事？點解你唔可以好似阿妹咁乖咁有禮貌？次次許都淨係低頭，講唔出點解忍唔住。有一日老豆嬲到拍台，你再係咁就唔准去公園同玩電話。嗰晚佢喺自己本畫簿度畫咗個細路仔，俾人圍住嗌唔得，收聲，乖啲。跟住喺角落畫咗個窿，寫住冇人理我。喺走廊永遠跑唔停嘅許，老師見到佢飛奔跑過，都係無奈咁搖頭。佢啲笑聲永遠大聲過人，講嘢永遠快人一步。上堂上到一半，佢突然舉手問啲唔關事嘅問題，忍唔住插嘴，結果要企喺黑板側邊罰企15分鐘。排隊永遠企最頭，但3秒後就彈咗去最尾揾朋友。佢唔係特登搞事，只係活喺同人哋唔同拍子嘅世界。朝許都一早喺學校走廊邊跑邊嗌。老師見到佢衝嚟衝去，都忍唔住皺晒眉頭，而其他同學就忙住閃避佢。小息嗰陣，許將圖書館當做遊樂場，佢拎住支鉛筆當係魔法棒，喝令張凳變掃把，自己喺度扮魔法師。圖書館阿 Sir 面口黑晒，但係眼角忍唔住露出無奈。喺 canteen 入面，佢永遠打尖衝去窗口，嗌我要雙份雞翼。佢仲試過偷偷地喺屋企拎辣醬嚟，嗌邊個想加辣，搞到成台同學玩辣到喊挑戰賽。結果個個嗌要水，連 canteen 阿姐都忍唔住偷笑。老師話今日作文題目係我的一天，記住要寫真嘢啊。其他同學即刻寫低起身，刷牙、上堂、玩嘅流水賬。淨係許支不停喺張紙度，佢得低頭，眉頭皺皺地。我的一天點寫好？係咪朝早7點醒，9點返學，12點食晏，3點放學咁啊？佢個朝早係由阿媽唔記得嗌醒開始。佢食早餐唔係坐定定，而係邊行邊食。佢個腦唔係諗緊數學公式，而係諗緊點解窗外出邊啲雀仔日日都飛嚟，但冇一隻留低。佢嘅每一日就好似人哋講嘅發白日夢。佢想寫呢啲，但覺得唔係人哋心目中嘅正常。
佢寫一句又刪一句，寫寫下又刪，最後佢交咗張作文紙上去，淨係寫咗一行字：我的一天還在路上。老師睇住嗰句我的一天還在路上嘅字，靜咗一陣。佢本來想跟格式比分，但係嗰句嘢令佢停低咗，好似俾針吉親咁，冇當全班面鬧，亦冇即刻比分。嗰張作文紙放喺台角，第二朝偷拎出嚟睇咗好多次，備課簿度寫低。有啲細路仔唔係唔識寫，而係喺度諗緊嘢。於是嗰個禮拜，佢將作文課改做我不一樣的一天，叫學生寫低同人哋唔同嘅日常，講出自己嘅感覺，未必順利嘅經歷。許嗰句說話，好似提咗老師一啲嘢。教育唔係要個個細路仔寫標準答案，而係教佢哋睇到自己。今次許寫低咗佢嘅每日日常。嗰個禮拜講故仔環節，許唔講故，係演故。佢扮各種動物聲，仲拉埋同學一齊做角色扮演。有同學嗌佢太嘈啦，但嗰次連校長行過都笑到咔咔聲。有一日，許因為成日插嘴要罰企，佢企喺黑板側邊睇住同學好安靜咁聽老師講書，個心閃過一句唔講得嘢㗎。嗰晚佢問阿媽：我係咪問題學生？阿媽捉住佢隻手話：你嘅問題係要學識幾時聽幾時講。第二日，許好努力咁喺堂上克制住，死人唔插嘴，淨係靜靜地聽同學講嘢。放學嗰陣，老師行埋嚟，笑笑口話：今日你好乖喎。許對眼即刻着咗，俾人聽到唔一定要大聲，原來靜靜地都可以俾人聽到。嗰日下午，天色灰蒙蒙，操場活動取消咗，全班焗住留喺課室自修。許喺張凳悶到就快爆，佢托住個腮喺窗邊，心諗窗出邊隻雀仔個竇喺邊呢？後面突然有把聲：我識折紙飛機秘技，邊個想試？佢擰轉頭一睇，原來係新嚟嘅同學。瑤瑤頭髮整整齊齊紮住孖辮，瑤瑤熟手接出架紙飛機，有雙層翼同埋定尾。許眼仔碌碌，我哋可以玩個飛天計劃，試下點改先飛得最遠。瑤瑤笑住問：但係老師會批准咩？許一臉認真，等我問老師，正式開個放學小組。老師聽完笑咗：你有計劃有規矩嘅話，我撐你。咁就搞咗個飛天計劃啦。成員一開始係許同瑤瑤，跟住慢慢吸引多啲同學加入。小組入面，許負責諗橋同測試，瑤瑤就負責記低數據同分析。以前成日俾人話太嘈嘅許，而家學識咗要俾大家都有發言時間，要俾每個組員都有機會發表意見。次次試飛成功，佢都會大嗌：紙飛機開航啦！機票冇得退，冇得換價。嗰晚佢同媽咪坐喺露台睇星星。媽咪，今日同學仔整咗好多款紙飛機開航，我真係好開心。媽咪細細聲話：因為你慢慢學識睇時機做嘢。許點點頭，望住天上閃下閃下嘅星星。我開始明啦，學識幾時要收聲。許嘅故仔唔單止講百厭學生點樣被改造，仲深入啲探討咗明白、接受同成長嘅真正意義。許嘅特質本來俾人當係問題，但係透過明白同陪伴，佢學識將自己嘅活力變做創意同行動力。教育唔係要磨平晒所有差異，而係要點燃每個細路仔嘅可能性。唔插嘴，唔搶嘢講，唔代表冇咗話事權，而係喺聆聽入面，等大家嘅聲音都被聽到。學識尊重人哋講嘢嘅空間，先至係溝通同埋人際關係嘅根本。老師同家長都唔會否定細路仔嘅性格，而係慢慢引導佢哋揾返適合自己嘅表達方法。真正嘅教育者係肯去明白細路仔嘅難處，而唔係淨係要佢哋聽話。要俾細路仔建立平等嘅交流，
先至可以成就團隊成果。個個都有自己嘅角色，唔係邊個話是邊個跟，而係點樣一齊完成目標。喺適當嘅時候揾到自己嘅節奏，等自己把聲俾人聽到。成長唔係放棄自己，而係調整自己。如果跟返既定規矩，睇清楚每個細路仔嘅言行舉止。有個經驗豐富嘅教育心理學家提醒家長，成日喐嚟喐去，插嘴，唔專心，有時唔係反叛，而係細路仔個腦記運作方式唔同。佢可能係創意型思維，要用更開放嘅方式去學習同成長。當然要專業評估過，先至可以下定論。家長可以試下同學校合作，唔好淨係罰佢，要明白佢行為背後嘅原因。許喺屋企好少同人有深入對話，佢好想有人聽佢講嘢。佢嘅學習風格唔係標準型，圖像式同互動式課堂更啱佢。有3個簡單嘅方法可以幫到手。要明白佢感受而唔係比較，唔好再話你做咩唔可以學邊個。要講，我有留意到你哋，我哋可以點樣一齊做好啲呢？要發掘而唔係打壓，用佢嘅表達力同創意思維喺肯定入面建立紀律意識。要靜觀而唔係急住控制，每日留一段時間唔帶批判咁觀察細路仔嘅表現。例如當佢可以專心坐定定，即刻俾啲簡單但誠懇嘅鼓勵。我見到你今日比之前有進步，我好欣賞你，仲可以做得更好。教導唔係要細佬仔變到同人哋一模一樣，而係等佢喺自我入面揾到方法同大家相處。真正嘅教導唔單止係控制行為，更加係引導細佬仔明白自己嘅內在動力，仲要學識喺人群入面表達自己又唔會傷害到人，保持獨特又唔會孤單。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示。記住點個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加入我哋。教細佬仔唔係要佢哋收聲，而係要聆聽細佬仔，等佢知道有人明白佢嘅感受。鍾意呢條影片就喺下面俾分啦，1至10，睇下你有幾鍾意。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，唔好忘記關注小品心語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